来，大家饮酒赏月吧。李爱妃，刘爱妃，正谢经理们也备，谢万岁。两位爱妃，正盼隆中已多年，天纵深渊困今天，哪位先生小太子与富贵？真宫娘娘风面，臣妾谢万岁。王恩浩荡龙凤凰，天降龙宗映玉旁，臣妾怀领事自从，事关色相真公堂，啥能参子分居报当从李云当，想也没言得吹，曾经盼万岁，册封王儿朝阳。小妹那觉得上几岁的福气哦。两位爱妃所罪，足见天上之美德。但此事正义一决，不再度也。神灵在去过王陵旁，将第4年来争执。乘风得意恩切中，梅花吐在一点后，天降之美接送后，册封朝阳张真公。谢子隆恩，两位爱妃平身。哎呦，哎呦，爱妃，怎么了？此事我痛难睡啊！哦，想必是要分娩了。帝朕亲视父亲，拜驾女神宫。谢万岁，拜驾女成功。娘娘，
娘娘，万岁为公安前去了，要娘娘今夜之事照看李娘娘。好啊，一起忠心应下哦，娘娘，要是那岳真公真的生下一子，只怕怎么样？只怕对娘娘不利呀！奴才啊，奴婢该当，奴婢对娘娘出担重信，说着之事，请为娘娘撤销呢。起来讲，娘娘，有道是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娘娘对奴婢恩宠四散，实有用武之处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与我良策。这个娘娘，要是那李妃真的生下一子，就勒死他；就是生下的乃是一个死胎不妥。什么杂却是我得了？这个原来是外邦进宫的金丝礼貌。原来是这个措施。啊，娘娘有了，什么有了？奴婢倒想出了一个调包之计。调包之计。是他娘娘，天使我报，金丝猫，不去比，是人比人像瓜鸟，要非杀生小孽种，就将这不必礼貌。去调包，明人将一种来抛弃，那要比出外龙眼一命难保。果然妙计，可是叫何人去调包呢？娘娘，哦，娘娘，就叫那聪明伶俐的客子去调包。娘娘，夜深风大，万千为公，歇歇去吧。啊，寇姑娘，你对娘娘知冷知暖，体贴着你，真是一位好姑娘啊！哀家要有法律疼爱他。娘娘素来恩待奴婢，师母娘娘理所当然。此次不要你往东，我去往东；要你往西，我去往西；叫你唱着不要你同理，我去唱着不同，不离左右。师母娘娘好。眼下有一件急事要你去行，奴婢愿望你先来。是的，
快去。姑娘。难得你的爱家一片忠心，爱家就不亏待于你，速速召集银子，定要一举成功。是。话不快去供应万岁家头。是。速速召集银子，娘娘，快去呀！万岁驾到！娘娘，快去！爱妃怎么了？吓死我了！你爱妃生下了吗？生下了。哦，是龙是凤？可惜非龙非凤，那是什么？谁知道嘞？吓死！万岁，喏。
我想，要么乱世江上去。对呀，爱妃也来的心，真协助了普渡城。今日我把姚妃子大送江山，保不成。来，宣姚妃。万岁！贤臣，你不得不能参下养女，我以后也免我在世上来向着姚妃列解此日死刑。万岁！请我冒死最当场，娘娘是严藤皇后，谁称堂？他在混世风不是老，所谓忠心忘恩报，去万岁他开隆恩，少是他，万岁开恩，去万岁开恩。万岁。臣妾对他把他保，姐姐才中岁该死，言他为人上儿童，与我情同谁做样，万去万岁。将他上，总要万岁开恩，去万岁开恩。好，一情所追，将这贤臣当成人工。万岁！万岁，娘娘！万岁息怒，总要保重龙体要紧。贤臣死后作谢，你何可要报他？万岁！寡人今日方才明白，爱妃你乃是大言大德的娘娘哦。万岁！爱妃听封，万岁！朕封你为朝阳正宫。去万岁！万岁！一见将万位娘娘，千岁千岁，千岁。一生。
四托吉祥人哎，立马完出小太子，斩草枝根好呢，太子啊，谁叫你对身的王家，你趁娘配偏有才，我一心嫁你去，娘娘命最能为，我啥时嫁你心难安理太亏，天子事到临头只有爱悲。这样。你切莫的可要真城里王子做谁城？内亲公君送高平，谁问岳谁参妖孽？这六月比实乃是哪个国仇？与我出来！原来是陈公公，奴婢这厢有礼了。孩子，你一个人在此做甚？啊，奴婢在此玩耍的。全部退还，当心娘娘知道。去吧。哎，哎呀，死了！此人都是陈公公，乃是个最诚义之人。今日我不求救于他。公公请坐，公公请坐。何事？公公，你不赦，我可要这里。公公救命啊！救命？几何人之命啊？公公啊，可怜李娘娘生下一子，反走以后，事情太子命才担心。此话作强。可闻李妃唯独正宫，一个娃设下毒计，有礼貌玩出太子。令太子跑着走，以后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？太子在哪里呀？在这里。公公，请快。
那刘备心里真火，国王心生对你耳目中毒，倘若一时见不到万岁，你我小太子三条性命，岂不是一气断送啊？哎呀，公公啊，看子我死不足惜，总要求救太子才好。孩子，想你进宫不久，不知厉害，咋将本家多年乘人侍卫？我们小小工人死后滚的，岂不是飞蛾扑火？爸爸送死啊！是嘞，你是不想救太子了？我陈立，你王位堂堂你是谁？谁为虐待要不停？先怕狼后怕虎，只怕一回
年成立我平时要救太子参公门。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，多谢公公。公公，不知时候到救太子。魁子，快把账儿调完。哎呀，调完账啊，恐赔身出局，不是将太子放在公公的盒中。这种长远过品，灭不推风，恐怕要崩坏了小太子的呀。我事业完备，公公快把果品倒掉。不，这果品不用倒掉，总是有机关。此次最好早举而迎。叫魁子将小太子放在帐幕之中，我这里出生之时也要将小太子救出宫，救出宫。公公，不是将太子送往何处？是王老七个为八一王一样，所以长大之为李娘娘生源报仇。好主意！哎呀，公公，这是一路之上有人查着账啊，是何是好？张家只有万岁许不王府，没有万岁神之谁也不准开封。是此正好，公公，请。见面何人？公公快走，公公快走！陈公公，哦，我倒是谁？原来是瓜公公。陈公公，方才可是你一人在此？是一人在此，可曾见到寇子？未见寇子。手捧帐下，不知意欲何往啊？去往能采个为八月王之手。慢！莫想朝阳宫中自报失窃，请陈公公打开帐下一块，可有个带？不可也罢。有雷王儿的意志。有万岁许的王府。这慢！我与王儿子手相出宫，王命在身，少赔了。陈公娘娘奴婢陈令叩见真公娘娘。禀是。谢娘娘。陈公公，你到哪里去？去往南采个为八月王之手。一路走上，可曾见到寇子？未见寇子。啊，奏何人？是些高可平，与隔代？并不觉得。你且去吧。这猴子，娘娘，我方才命他打开帐下一块，他不肯开下，分明是不把娘娘放在眼里呀！再宣成令。是，娘娘有旨，臣令二次见驾。奴婢陈令二次就驾，娘娘千岁。你一路走上，可曾见到寇子？未见寇子。啊，奏何人？是些高可平，与隔代？并不觉得。当真？当真。不说。可何说？你且去啊。这猴子。啊，娘娘，快
分那真令匆匆而去，莫非其走有诈？在上阵里，是王后有旨，真令三尺剑下草。娘娘三次顺承礼，举宝状儿问怕惊，安居太子不出声啊，东空中远着三条命。城里事何足惜，怕只怕太子难去远难生。弟子好比彩铃符，这里说说见教。生死关头须真情。奴婢这里三次结家，娘娘千岁。城里，我怪你去世好比鸟出林，回来恰是我女，莫非其中有个对？心话归太相同。你且将账啊放在地，我问你答一声。何故请放？怕是为了预备皇后。哦，基于预备王后，注定是贵族之法，一家当要见识见识。娘娘，方才奴婢已经为皇，总是些公平啊。什么不平？莫非是李子？李子，城里皇子做守城，李子城当一品。十里开花没几个，相妹是皇对后。呀，为那上去再相称。石蟠桃，四蟠桃，不是李子。不是李
话，当开账号，宽过民啊！娘娘，上有万岁御笔王府，没有万岁圣旨，难以开的呀。你光用圣旨要我，早讲不过，那就与我这去王府当开账号。是。娘娘不可啊！一条王府总全局，圣旨不当，绝不成。谁看王府谁在身？王法是天写的。妈妈，你尽管用心的王法呀一家，为看你子谁不亲，亲自听要见王后，是理是道光分明。娘娘，嘿啊，是。娘娘，要开王府，自己是同上军体面前上去。真正气死我了！国王，才快与我这去王府。是，国王，你今后为抗先帝王法，定斩不杀。这娘娘，奴婢不管呐。一切与一家堂陪，好，一切与娘娘担抬。娘娘跨见王府。是。嘿啊！王府一开，我当着你们看。石光头，妈，这黄道相面可有搞对？娘娘，这半道下面何里个对呀？哪里信得？国王，敞开帐啊，宽过民啊！娘娘高见啊！娘娘娘，你在这里呀？奴婢特来父子，事情何处办妥？一起办妥，叫那里。梨什么？啊，见娘娘不喜欢吃的梨子，打掉了，放在哪里？油之中，当中，与我为证，红何为证？一家是欲从上。谢娘娘，娘娘，放在王府之事，非同小可啊！这里娘娘，既不觉得一决算了，王凤之事，哀家是为兵民万岁。真主，娘娘，昨夜一夜未睡，万请为公歇歇去吧。保驾为公。娘娘最好。娘娘最好，娘娘娘娘最好，娘娘最好。
子。好谢呐！太子，我们插钩去吧。万岁！万岁！是你，娘娘到哪里去了？今日乃是元宵佳节，娘娘她到后花园赏花去。啊！唉，想当年两妃同于在家前，啥指望大宋纪年有生存，不料想李妃参有进宫红位，刘妃她得知阎王有同相约，谢王啊，难道送身给前？心切切，魂被涂炭，内后天。绝万岁，何知道应是他后继无人常与愿，今日要来把阎王报恩，把出君前。我以王道。万岁，
雄王今日元宵，他来快将玉帝病身，快快请坐。雄王引我长叹呐，玉帝呀，常言道，生到末年盼儿生，真就是恐惧龙子一百岁，家邦十五真隆重，落实你江山花回身。雄王你要保重龙体呀。全王兄莫要他悲伤，必有一本走当今，曾经遇过三儿郎，三儿少年神聪明，天有心。你我兄弟手足情深，玉华这关将来。天有心，不计其下曾纪念，弟子王兄可曾信？好啊，少家国作帅送哎，快算天下面见真。有请王儿娘娘，玉帝12年来，怎这么从未听你提起过有过三天下呀？雄王忙于国事，哪里还顾得上小弟的家事哦？这父王，父王，儿啊，快来上前拜见万岁！哎，拜见万岁，王色病身，快快起来！谢万岁。来，眉清目秀，仪表堂堂。三殿下生得真像瓜城呐！哦，父王想吗？同是先王一马，实在相像。亲生儿子怎会不像哦？兄弟，真有心把王舍寄人过来，好，欲恐流失他。雄王既然中意，须给当机立断。对，王舍听封，儿孙随风。朕封你为宋爵太子。多谢万岁万岁百万岁！王儿病身，哈哈哈哈哈从去见驾万岁。子彤，你来得正好，朕已把玉帝殿三殿下封为宋爵太子了。哎呀，万岁，这是非同小可，你怎么？你也要体谅朕的苦衷哦。王嫂，大宋不能无后，王以国事为重。是啊岁，宋舍纪念为重，你就剩下子吧。王儿，快去拜见某儿千岁。啊，
谢某位千岁，必是谢某位。前太子始终相识为我可笑他机关算尽，他聪明。取得王儿我心上，12年来王妃心，是亲生中国情，家传真经，去还真心。王儿，某位，我看你长得老眉凤目，两耳垂肩，生了一副帝王之相哦。某位过奖了。王儿，哀家已见到你从心底里喜欢，从今以后，哀家对你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哩。多谢某位。啊，王儿，你母儿也与司千金恩情似黑深，胜过你那生身母亲了啊！胜利，咱命你本代太子策划有功去吧。怎子？父王某位，儿臣去了。去吧，去去吧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啊，玉帝，你来了之后，朕的病好了一大半了。臣弟子驾。慢，朕还要与你同饮几杯长谈一番。来，顾上来，玉帝请。兄王请。国王，俺对你王族更上，尚有指使马骑送礼万岁。知道，玉帝请。乘风得意恩情重，梅花吐蕊一点红。千江之里结松儿，插风朝阳张真宫。娘娘，你现在伤心落泪了。12年了，今日已是元宵节，
殿下，如今已册封为宋教太子了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这一位就是万岁信奉的太子。哦，好啊！大宋洪福，江山不改是何？娘娘，你看，小殿下的容貌长得真像娘娘，好像是一个模子印出来似的。是吗？
殿下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到外面瞭望一下。奴婢正令看见娘娘千岁，朕令平身。谢娘娘。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万岁在那边等候你，走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陈公公，这位好娘娘我可拜得。拜的拜的，她乃是位大爷大人的好娘娘，你应该称她一声母哎。啊，还在朝中拜见某位千岁。祭拜，不拜祭拜。愿某位千岁千岁千岁。谢殿下，快快请起，请起。陈公公，这位好娘娘为什么在人工受苦啊？小孩子家不必多问啊。让我们娘娘去。殿下，娘娘，你为什么在这里受苦？是来皇上12年前的今天，哀家一人产下一子。哦，是来和我同年。那雄王死亲在哪里呀？陈公公，你可知道我雄王的下落吗？我哪里会知道哦？娘娘，雄王死亲在哪里？殿下哪里知道？哀家临盆之时，曾闻婴儿啼哭，不知谁人追奔，使我产下寡胎。万岁龙心大怒，遂将我当成人工。皇家竟有这不平之事，究竟是谁皇在皇上，害娘娘受苦？殿下，殿下，陈公公，你可知道吗？我哪里会知道啊？哼，好不叫人憎恨啊！我儿娘娘请放心，此事儿臣来代人，待来生必为娘娘报仇冤。我要帮你寻回小娇生啊！我的好的娘娘。太子太婆只想我不相守，要让他不说断句为忠情。哎呀，不可啊！他只怕出来风声要坏大事，却早劝他回宫廷。殿下，快随我回宫去吧。不，我要在这里。殿下，娘娘，娘娘，劝娘娘可悲伤，保重皇体放宽心。常言道，接受是有天下
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清官大曹为有此一子是原本心上最有仇，12年前遭受理，好心人巧举到此终成兵，莫怪婆婆花无辜，内生气有情仇，但等那青花去日丰收时，更生也没有理做陈公过来。是我一子孙长在鸟城，12年前遭受刑，意识到莫困苦莫腐化故台灯那春花秋日李子英，莫非他平非一往心生子，今日我12年来朝思暮想的滚所殿下怎么到这里来了？快回宫去吧。哎呀，殿下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这里面有万一生生子是不能来的，最快先回宫去吧。不，我要站在这里陪伴娘娘。这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娘娘，殿下，快快回宫去吧。此次二臣拜禀。殿下，快走。明天再来看我娘娘啊！殿下，殿下，娘娘。恰进人宫中，怕只怕太子本是杨妃妃，那看成你当年抗子泪也重，因此我查根具体问情，今年我何上人？
并手。看过程12年来，一家对你是何？娘娘对我恩重似山。好，那算给知恩报恩，把当年拒绝交往之事，从实讲来，是与你的好处。是。娘娘从你答应时，用将实心来秉旨。想当年我奉命来调报，立马换出小太子，接婴儿跑人狱内，就去叫乡找严师。从此我虽亏视频12年，滴水不泪，父生恩子。哦，果真是此，全是真经实话。你看，得过且过了，李娘娘。聪明宝贝，聪明哦！我看你还是说讲了吧。啊，娘娘，看只有我问特策，问讲些什么呢？我来问你，当年你和陈琳怎样串通一气，谋骗哀家？哎呀，娘娘，此话从何说起呀？不当两年不着瓜才将这件事与我绑下了。是，来查。有。娘娘下了。娘娘，哎，你早是不早？娘娘，奴婢冤枉啊！我想去狠狠地打。在这。娘娘，走。娘娘，娘娘。走。哎呦！哎呦！娘娘，娘我！哎呦！娘娘！我怎么不当了？娘娘，当死了看子，只怕断了开弓，难以再根。因奴婢之见，还是悬赏陈琳，当面对质。好主意，双成令进宫。是，娘娘谕旨，陈琳进宫。陈琳进宫，陈琳进宫，陈琳进宫。上层
谢娘娘千岁。必胜。谢娘娘，不知深夜传奴婢经过为了何事？沈公公，一家与我有恩。娘娘请问。12年前，一家命客子旁一件大事，他竟没预办好。听说这件事你也知道。哦，什么大事啊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哦，真的想不起来了吗？夜长寿就到也忘怀了。可看子他早就讲过了。他讲什么？你不要再找糊涂了。你说不讲，谁怪一家法力无情？娘娘要你死，你就我不成。父王，你想把我怎么样？咱家这对先帝的面色去来。娘娘夜已深了，待奴婢为公慢慢想来，只是想起来了一一封笔，自去好。妈，想不起来也就算了，何必急着要走呢？不知还有何事？你说，儿子为了哀家的大事，给不给当？给当，给当。好，来人，要把客子带上来。是。父王，与我再打。是。我虽无破节之力，是何当得呀？陈令，娘娘之意，你尽管违抗，万不将他当娘娘。
莫挂杂家。怕何情？这边，大家将起，我非怕他哪里不成？陈琳，你我打，你我匆匆地打。马牛娘做从大，这句啊。妈，你往许当一旁来问一声。娘娘，问他什么？你去问他，当年我在床头总唱过分。孩子，你当年在船头总唱过好分。此话从难道你可曾看见？我何曾看见？娘娘，你可曾看见啊？一家当然看见，谁管他早死不早？娘娘既已看见，何必晚来问我？你好一招理在，陈丽，你与我从中地道，狠狠地道，让他早日放水。娘娘，陈琳，你不将他重打，你们二人一定是串通的了。不是陈琳，你这个从当好了。这是你要杀命的呀！冤一头再一次，妻子就不怪你，你当报这是你还给我当陈丽，你当死我吧，你曾亲我吧。铁棒
陈琳啊，当时我不顾一时痛，你我在苦苦要起一生。刘备千秋，身边你好当表公子，我今在朝之后，谁太恨，我恨不能是你自作不义皮，我是一花烛里的一血万血长啊，我命啊！娘，太子谁你来了？看着，看着，看着！跨过秋千是。子，儿子，好功臣，命令呀！儿子，你听见了吗？李娘娘她没有死，太子也没有死，我陈琳也没有死。你看，天快要亮了。
有啥个人推背？搿好好不好只好讨饭，搿讨饭房，搿373，搿讨饭碗，搿缺一杯，搿讨饭匙，搿毛竹板。手提一扎个破菜来，搿大家想嘛去讨饭，搿讨饭讨到搿第一个，搿70-80岁老太婆来动搿方面火，我上前阿婆侬摆饭说，是叽里咕噜咕噜叽里，一点都不理我，搿只好搿舅哥哥，搿讨饭讨到搿第二个，夫妻两老来动搿吵相骂，搿老婆娘作息。包弄出为娘家，搿依旧唔得说，搿只好搿舅哥哥，搿讨饭讨到搿第三个，是搿小哥来动搿臭小伙，我上前小哥侬摆饭说，搿是搿小哥早修落边，别来只要打我，搿连忙搿楼来救，搿讨饭讨到搿第四个。忙着一问，搿有大个大人哥，我上前老板侬摆饭说，还晓得，伊放出一只搿有大个大郎酒，搿引领黄龙引领，别来只要我，搿连忙搿楼来救，搿后面一记蛋，鲜血流到搿屁股眼，搿前面一记木，哇好！搿传宗接代出556，啊搿556，我自家分别，凡是我就是我。讲起我个人啦，搿命生的是交关个硬呐。我3岁个辰光，开叫声我个阿爸爹，我个阿爸爹就全团一日，双节一节，去见年老阿爸去噻。葛末到了7岁个辰光，我开叫声我个妈娘，我个妈娘也跟去追了。葛末阿爸都死脱了。流浪个凡是我大家头，搿哪个办人？还好，我个人咯，搿嘴巴不天天讲话讲不闲，大碗大小碗小，搿隔壁邻舍都讨好个。无需两光，我叫伊表帮；无需一大碗，我叫伊表小公家面小咪咪，我叫伊表娘姨。葛末东过一菜，西过一菜，我凡是我也吐出来噻。人家讲凡是我，搿侬长啊长在，大啊大在，搿妹妹里搿样东遇西挡，搿总勿是办法个咯。搿人家拨我介绍。到个陈巨府去当地保，搿自从当起个地保，搿日子过得倒是蛮好个。每日里东悠悠，搿西荡荡，啊搿西荡荡，搿东悠悠，耶！又早一日，荡到个曹九桥，搿曹九桥头啦，坐着一位又漂亮个大姑娘。我反正我心想，我长啊长在，大啊大在，搿老婆还没讨过啊！要是搿大姑娘把我投到屋里向去当老母，搿是多少好头活不来！我搿闲话还没出口啊，搿大编剧唰啦啦啦啦通出来噻！我讲哎哟，不要！耶！搿大编剧发通知，侬讲奇怪伐？我还在头里一看，耶！眼睛一夹，老母鸡变矮，搿又漂亮个大姑娘变成70-80岁个老太婆，头发薄，眼睛个黑。我讲还会大官去帮我当老母，就是大官去帮我当娘，我都不要伊。我个娘是讲出口，搿老太婆就引出来这一个。啊呀儿啦，快带为娘回家去吧。啪就心说，我们如果跟妈爸没养着，寻个老太婆的一样，我是没养过。搿哪个办呢？我想着啦。我自个屋里向个妈阿爸都比我教识个，今朝个老太婆要当我个妈娘，不知道叫什么岁数哦。我讲亲亲爹爹，我个妈娘哎，伊讲啊呀儿啦，叫不是个嘛，搿哪个办？我想着，搿大概是我叫着我个亲热过。我要是亲亲热热个去叫上一句嘛，一定被叫死，再叫过。我个亲亲爹爹写啥写死我个妈娘哎！伊讲啊呀儿啦，这不越叫越像是越叫越急，搿是没办法，妈娘叫过，根本要把妈娘带到屋里向去。自从把我个妈娘带到屋里向去，因为我个妈娘搿两只眼睛黑脱个，搿生活行动都不方便。那么我一面嘛要来了个屋里向照顾我个妈娘，搿一面嘛又要到陈巨府去当地保，
搿来来去去啦，有两边陈全福当地保还是专门要知道。搿是拉陈全福标子的儿子，也不是人上去举上去的哈。讲我还是我的，还是我，搿侬拉当个地保，连个时间都管不牢，还当啥个地保？叫搿边个红头苍蝇把我个地保割脱，一脚把我踢出来。搿么好在地保当勿来在。我回到屋里向去拨妈娘话，我妈娘个勿要紧，搿我想想也是个，搿副当地保，难道为我啥？讲起来啦，真是天雨不测风雨。那搿陈全福好端端个，哪个会发起一场大红事？搿红事发出来是多少都下勿来。我个妈娘搿两只眼睛黑得，勿是要把红事送去啊！我把妈娘把一记不是背了个背上，搿蹦咚个跑。哎呀！跑到个3车路口，我是实在跑不动在。葛么我把妈娘放落来席上一回，讲起来，哪都不相信。那我把妈娘放了搿搭，搿红丝球抹了搿搭，抹不着我个妈娘的。搿老早晓得抹不着嘛，不要背出来了。介许多个路，人也背得直来实在。回头看看屋里向把红丝送得没啥个地方安身，看来看去背着何耀东。我把妈娘两个人就来了个何耀洞里向过度日节，葛么我到外巷里去讨饭，搿讨的这个辰光嘛，我也吃肚饱；搿讨勿这个辰光嘛，嘿嘿，到别人家个家菜园里向，搿偷点青菜萝卜也是有的，家中不算偷个咯。搿近日来，我跟妈娘叫我来个3车路口，把一位大老爷请到屋里向去，帮我妈娘生院去。搿看看大老爷人影怎个嘛，还是来个3车路口等大老爷好在。家家为生，翁王生命，当初开封，因陈州的大连年遭灾，翁王生命，陈州放粮一边，为朝佛子，张朝王马有欲言其当。
三爷，有人来求喊冤。既有臣喊冤，龙四将有与燕四将。是。这个头老爷，大胆拦路之臣，有何冤枉？立给衙门呈告。却为何拦路喊冤？姓甚名谁？家是哪里？杜老爷，我名叫万中我，我的就住了前面个河窑洞里向。有何冤枉？杜老爷，我那是没冤枉的。我的想没年有冤，没年有冤个杜老爷。既说你娘有冤，带到此地，保证替你娘伸冤。来，我就晓得杜老爷一定要这样子活的。侬屋里向没娘有冤，根本叫侬没娘来伸冤，可偏上我跟没娘全是发坑来的了。杜老爷，我屋里向个没娘了，头发没白过，眼睛没黑过，双脚嘛咪细点头了，到外行队里都不方便，所以想请侬杜老爷到我屋里向帮我没娘伸冤去啊！哎呀，杜老爷，杜老爷，我没娘搞不成我搞个杜老爷，我没娘我要是不来请侬，我别为不孝；侬要是不去伸冤，侬别为不请。自此年将范崇华都是忠臣孝子，保证爱的是忠臣孝子，恨的是贞观斗崩。范崇华，一列鞭炮，谢谢杜老爷。张朝王马，有明路开道，齐当。来着，杜老爷，我妈娘问过，侬要是愿意到我屋里向帮我妈娘伸冤去，我妈娘会有3个条件。哦，请问第一章？第一，不许明路开道；第二，不许骑马受桥；第三，这打清兵之歌，不应道谣。哎呀，杜老爷，妈娘搞不是我搞个杜老爷，不是我搞个杜老爷。你娘客气不休，保证这道要见他一面，为民伸冤，再说不是。龙四将有跟老爷随我是后万重华步行还窑。杜老爷，侬来啊！杜老爷，不保险的一保险不到喏，我里去住了个河窑洞里向。范重华，叫你娘才要保证替他伸冤。好，杜老爷侬等等啊。卖。来，当心啊，当心。妈，侬坐么不要坐了去，杜老爷我帮侬请来动作，我帮侬背到窑门口伸冤去。妈，要啊风大，请大人请要的啊。妈，侬搿闲话讲起，比别人家唱诗唱起都勿要好听啊！侬搿闲话拨我讲是勿要紧，
我要是去把窦老爷吃我个6斤4两托地里得想报复了个，我非去讲，你这不去，求为不孝。妹，我想，他这不来求为，抱歉。还不快去？哦，这个臭老么子，抱进去刚许多辰光，还不抱出来个，让我抱进去困困，哎。弄个眼我吃不哎，消。来这鬼，对不起，休得无礼。毛毛个窦老爷黑里黑特，像早是不是娘舅一样，毛子哈哈是不是有点讲？安宠啊！哎，这场此前因何不见你娘才要？窦老爷，我妈娘我要挖风大，所以想请侬窦老爷。都要理想生源去啊！哎呀，窦老爷，我妈娘讲不听我讲个，窦老爷，我听我讲个，我妈娘讲个，窦老爷。张上王马，有金腰。没叫。窦老爷，侬看我个后窑洞里向，立得么一个立得，黑着么一个黑着，侬介许多个窦老爷、小老爷都跑进去，搿不是把我个后窑洞都要撞跑？一念之间，窦老爷，搿立这个蛮好，立这个。龙世将有尔等要位时候，只待亲信报信进窑。立这个，来。窦老爷，侬来啊！窦老爷，对不起，窦老爷，侬个人立得个高，我个后窑门口立得个矮，我当个大样拨侬看喏。阿弟，搿跳进跳出，蛮好个，我明日都要跳个。侬阿弟啊，哦，那呸！阿弟，哎，好。了。聪啊，啊，先去问来，他是真宝还是假宝？啥个真宝还是假宝？我只晓得一年3这个铜宝。对了呀，我妈娘问侬是真宝还是假宝？真宝真色，假宝真假。对了呀，跟我问妈娘看啊。妈，大老爷话真宝真假，假宝真实。是真宝为娘有约要生，这是假宝，叫他从那头回来，往那头而去。妈，侬两只眼睛都黑脱，哪个晓得真宝还是假宝？为娘在大人的后脑一目了之。我妈娘是讲是话，跟侬两只手老是有格灵，搿老早里个城隍庙里向搿爸爸算命摊，我讨饭不要讨债？对老爷，我妈娘话，侬要是真宝留落来，拨我妈娘生冤枉；要是假宝，哪个头来往哪头而往？你娘丧母失命，怎能辨别真假？我妈娘话，在侬个手毛后面一目便知，一目便知么？保证来也。妈，了，是呗？他，哎呦，保证来耶！妈，来，聪啊，哎叫大人退后一步。哦哟，妈，侬们老是搿里搿搭个，搿大老爷介许多个路距离哦，侬就站起来举2步比么子？我屋里向个妈娘，一日到夜，
老爷，我妈娘我摸不着，叫侬退一步。哎，为官者自有乡亲，哪有退御的道理？那总归你爱讲起便是有道理的。买，大老爷，我为官之人只有相信那有退个道理。有道是有钱必有后嘛。耶，妈娘搿句闲话讲起也有道理。大老爷，我妈娘我为官之人有钱必有后。好一个有钱必有后，得保证退御一步。妈，对对。从啊啊，叫大人再退一步。哦，我妈娘搿只屁股啦，像钉子钉老动一样，一动都不动个嘞。对老爷，我妈娘我还是摸不着，叫侬再退一步，再退一步。妈，又退了再，来，从啊，哎，叫大人连退3步，谁保他连升3级？我跟妈娘嘛老实是讲是我，搿侬又不是皇帝的妈娘咯，啊，侬讲升3级，啊，就升3级，啊，高级。杜老爷，我妈娘我叫侬连退3步，谁帮侬连升3级？好一个连升3级！妈，退了再，来，那保证，哎，家这次万不欠家。哎呀！昨夜晚口声女对我讲，说什么还要你是李娘娘，不知是真还是假，得报媒上前去问对讲。可曾哀家，请问哪公哪院？我乃有人公李玉，以何为证？王令婆为证。请拿来我看。从啊，哎，哟，妈娘还有介漂亮的东西，大茶小茶全没有。大老爷，侬看，得保证看来，成分得意恩情重，梅花吐彩一点红。天降之位接送儿，查封朝阳张正公，大宋9年正月正公里，谁保证建立后国台千岁啊！保证哎呀妈呀平生。谢国台，阿来见过小千岁。参见小千岁。哎呀，大老爷，妈呀，搿大老爷跪那个面前的那个我了。从啊，不必惊慌，叫大声平身。耶，妈你家小气个平身，大老爷我不客气，你不能满身。谢千岁，哎呦报不要这样信哎说来见过国台千岁。是，见过国大千岁，平身来，谢过他还是见过小千岁。见过小千岁。来这个，
我不能还不生。哎呦，谢谢小千岁，谢谢小千岁。国太1000年之前保证魏征特朝一概不知，请国太死罪。宝卿不必自责。这王灵婆娘生代为进都，居民身上龙凑凤仪，迎接李国太为上。言之有理，宝卿。在宝强。请国太撤下。刻在心意5年长，心底几位把乾坤藏，保证心为李娘娘，明君永驻沙天人忙。自足金翠华堂，今年早生比心肠，寿宴好比鸿门宴，用兵8万胸中藏。公公到，不望他孤存累了，有情是。内宫中及国外拜见不言王千岁，公公免礼。谢千岁。咱家奉万岁之命得送来寿礼，请千岁收下。本王拜谢皇恩。是此咱家高推。哎，公公怎能不应受举，匆匆而返？王命才生，恕不奉陪。公公，不是你我当开仗，你我共用水刀，共享王恩，谁罪不知？这怎么是的呀？难道你连一点面子都不给本王吗？是此恭敬不是聪明。怎么不是本道，却是杀戮？禀阎王，王峰之上还有御笔的事。御笔的事请公公顾莫。弃官，是此你我一同滚混。当年这岁送李子，今为父王献杀戮，不必去用亲手用苦苦烈烈献不力，而望御笔清风。公公，你可记得其中之何意？这又有什么好解的呀？哼，你不记得本王记得，16年16
皇上帝是生死上门，分明是让本王自己进当一个不能。这一派无言告辞了。只怕你来得去不得了。来呀！呀！你出几身子四十大道，看见我钦差大臣该当何才？本王王子哪个问题？名正天人，天理昭存。像咱家身为三公中监四太大臣，你管把我怎么样？国王，你犯上作乱，引黑万岁，吹奏两贼大而且，万不应我从此你早来。血口喷阵，咱家何才之语？哼！国王，请奏。这子女一岁昨天称雄王，与乐妃狼狈为奸在昭昭，推天万岁于子，杀人灭口问娘娘，我必是口功臣来我明先生，你是个财神。狡诈的神面郎，到头来还好是我下场，你造谣诽谤！说什么造谣诽谤，一件件都是罪状，铁证是生虚的泪，定要你朝我漫漫血泪账。来呀！有，将国王绑下了。是。国太驾到，国太救命啦！国太救命啦！他也上狗来了。有请。国他请坐。哦，你们尽管私守公堂，口要大臣，该当何罪？本王王子哪着问题？名正言顺，何才之有啊？生子何罪？国他请看。当年做谁送雷子，今为父王献失礼。郑林，娘娘，我来问你，当年先王命你为八阎王做谁，送的不是蟠桃受礼吗？可这里说送的是梨子，岂不荒唐？娘娘，这也难受。今年送的不是石榴吗？郑林，难道你当年真的送过梨子？娘娘，小小女子心过妙，万物之中其珍宝，梨子长在月城市，多少年才长这棵大根苗，要靠它生生不息用百年，要靠它传宗接代更继长，谁料想世上有个狠心人，却把古筝当野草，竟将梨子来打掉，欲把月城市把火烧，自古生计灭不尽，可笑他算尽机关望徒劳。心口之王，娘娘，难道你也害怕了？我说郑林，你虽要妖言惑众，诓骗哀家，
咱家不管。我来问你，你说的什么药城市？是请世上外遇吗？你说你讲娘娘未免笑得太早，娘娘请看。话你怕？请问娘娘，这生死了何为此门？生死不类，一位可知？可是身患何成？身外何者？身在哪里？身在哪里呀？就是我见鬼了！来，有请当今国他李娘娘。是。一生情等了17年，苦难上。林太后，严妹妹17年不见，你还甚多为罪嘛？啊！我就是你还不是少不是17年为啥的李娘娘？天哪！万岁驾到！即驾，母亲，娘啊！儿弟亲娘啊！贵人亲娘儿心碎。17年来，地位是喜是悲，更是亏，我身上做梦太不该，只想勇往娘梦郎儿，爱下了5年才。我的儿郎，不怪我儿生娘子，是恨奸妃强人哎，是今日冰消雪花终见面，苦奈一生一爱为。母报，兵马司刘飞当上人公，国王当时铁了。母后，简等一次，他仇已报。孩子，你听见了吗？我们的仇已经报了，你的血脉又怕了。孩子，好功臣。口子好功臣。那
酒来。开子，诸位爱卿万岁！曾为他的大花香，总为公人听风尚。三代忠良陈公公，亚父曾曾继为相。口子在风，阴里风被你的酒气旁，进宫中间。那公园要啥会用康？清宫三人待遇严，大宋江山派绵长。皇兄过来听风。随风，奉为安乐王，谢万岁。高卿过来听风。是令奉，奉为龙都国他岳氏，谢万岁。宝卿，在哀家这是你亲堂子一代，谢国台。百家为公，请共同饮。